动。离开故乡出家门，月亮光光照前庭，浮浮沉沉的人生，亲像浮动伫海顶。阿公阿嬷一叮咛，温暖关怀扑眼前。他乡外里爱惜伊，天天了解阮心情。想起故乡的残存，目屎不觉滴行前。浮浮沉沉的心情，亲像浮动随海影。春夏秋冬倒魂行，思念心内的形影，清风传达阮心声。望许大拢勇行。海顶，阿公阿嬷的情景，温暖关怀扑眼前。他乡外里爱惜伊，天天了。心情。这首诗是陈洁明老师的作品。伊讲伊看伊看我的这本册以后，伊感觉讲，哎呦，感动着啦！啊，咱知影什么代志吼，若有感动，伊就会想要创作嘛。所以受到阮阿公甲孙仔的感情牵连的感动，啊，所以伊就黄老师，咱来做首本册的主题歌。想起故乡的残存，目屎不觉滴行前，浮浮沉沉的心情。海影，春夏秋冬对分行，思念心内的形影，清风传达阮心声，望是大道勇行。咱透过这条歌，咱就知影讲，这本册是一个阿公甲孙因伫内底用个图甲诗的对答，咧讲伊是一个伫加拿大的多伦多，一个是台湾的彰化，透过图甲诗咧做语言的沟通嘛。咱知影，咱伫台湾的囡仔拢大部分拢讲华语嘛，伊去多伦多读册以后有一天。伊拍电话转来讲，阿公，咱后日你甲我讲电话，拢甲咱用个台语讲。我讲奇怪，你这个是暗头食西瓜半暝反正，较早是台湾叫你学咱的庙语，你拢无爱学，你即摆是多伦多，你还想要学台语？我阿公，我甲你讲多伦多遮有真侪中国人，中国人讲华语嘛，所以我讲安尼好。你若有这感觉，你应该当咱的庙宇，咱袂使放袂记。你虽然是国外，
安尼好，你就将你咧想诶代志吼，你逐工拢画出图互我看，啊，我则将你这图吼来写首诗，啊，写首诗了吼，啊，我搁录音互你，搁寄图灯互你，啊，就有一张图甲诗诶对话吼，就讲我看你诶图，我了解你诶心情。啊！你伫外他乡外，你会孤单，还是讲寂寞，还是讲你咧想厝，咧想故乡诶代志？安尼我吼会当透过你图诶想法，啊，甲我家己感觉，我要甲你讲啥？我甲写诗内底，啊，写诗内底咧，我会甲你录音录好，佮寄转互你。啊，你著念这首诗诶时阵，你会当了解到哦，原来阿公咧甲我讲话是啥吼。